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尼已经死亡，伊朗政府嘛宣布全国哀悼40天。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民众就街头来庆祝。因为伫咧海外洛杉矶甲伦敦这大都市，嘛伊朗人欢喜讲，总算是解放啊！伊朗官方媒体宣布最高领袖哈梅尼死讯了后，民众上街路为这伊朗史上掌权上过领袖哀悼。民众举国旗甲哈梅尼相片伫音乐声中登献抗地哀。伊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40天的哀悼期，各放7天假。عزیزترین کسمون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بزرگمون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آقامون از دست دادیم 不过，伫全球各地伊朗的民众为哈梅尼过身欢喜，包含洛杉矶甲伦敦在内都市。We've been up the whole night following the news. It's just a liberation. We don't look at it as an attack. It's just like World War II when they liberated the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we are happy that the people of Iran are finally being liberated. 哈梅尼伫1989年接替第一任最高领袖何梅尼，伫36年执政岁月内底，伊有军事、司法甲宗教最后决定权。经过冷战结束、波湾战争、阿拉伯之春甲这几年真侪摆国内大规模抗争，当时经过6任美国总统。面对核计划甲国内抗争活动，哈梅尼拢选择无体谅强硬态度回应。伊过身也象征伊朗政府甲宗教的强人统治正式行入历史。国际社会对美伊对伊朗联合军事行动的态度方面，加拿大甲澳洲表示支持。英国、法国甲德国发表联合声明，表达无参加这行动，呼吁双方等谈判都来参详。另外，流亡的伊朗上伟大王储巴勒维是透过幕僚发表对伊朗政局的看法。If the regime can no longer hold on to power by brute force, if it can no longer repress the Iranian people, if its command and control structure all the way up to Ali Khamenei is decimated, then th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take affai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topple this regime. 伊朗伫初正式哈梅尼过身了后，也马上照宪法，由现任总统甲司法总监等人成立委员会代理治国，然后由新执政员组成的专家会议选出新的最高领导人。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美国甲伊朗双方咧开战，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附近地区的空隙是拢总关起来，就去阿布达比来转机搬飞行机的台湾人吊伫咧遐。要住伫咧杜拜的台湾人讲，一直听到炸飞弹的爆炸声，是有够惊人。好，没事没事。时事访问当时，住伫杜拜名下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台湾人米娜，伊讲互外口几若摆炸飞弹的爆炸声惊一个。米娜讲，对前一天下晡开始，陆陆续续发生空袭，暗时了后搁较接，甚至到初早时，依然是继续安尼。在聊之前，我们整个家是很大声，嘣一声，非常大声的。对，就是这刚才有一点吓到手抖，就感觉就在旁边，因为整个家的玻璃都在非常大力的震动着。昨天晚上我去到一些超市，很多一些牛奶啊、水啊，或是一些面包，这些全部都是被扫空的。米娜讲，政府呼吁大众免伤惊吓，守到空袭警报顶面，是爱民众住伫厝内保持安全的境界。伊朗遭受攻击了后，报复式袭击波斯湾真侪所在，造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有邻近地区的空袭拢关起来。就到阿布达比转机的台湾旅客，因此被迫爱暂时留伫遐。我当下是整个全身鸡皮疙瘩起来，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我东西都要放在门口，因为我很怕突然睡着了，或者我去洗澡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昨天晚上其实凌晨还有听到2、3次爆炸声响，现在的状况就还是蛮焦虑的。华人看伊直收到警报通知，台湾旅客芳芳讲，家己规暝拢无倒困，就也无清楚讲班机什么时阵会使飞，而且因为是自由行家己去的，只有等待航空公司的通知。目前知道是说3月3号以前可能都是关闭的，已经出发了，在国外滞留的部分。按照旅游契约来讲，是旅行社要负担这一些费用的。也那官公司是讲，问过旅行社了后，掌握到大约64团1725名的旅客受到影响，已经请业者好好来应用，想找其他代替航班来载运，来减少对团体旅游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东的局势紧张，咱的总统赖清德表示，国安团队已经有向伊报告上新的进度，会来启动应变机制，确保当地国人的安全。这外交部嘛表示讲，现阶段暂时无撤侨计划，也好国人唔通过去相关的国家佚佗。
原本才伫参加暗顿防空警报告单啊，住伫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台湾人约阿米翕到当时状况，因为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了后，伊朗也随对以色列来展开报复。从昨天到现在，应该就已经11次了。因为光是今天早上就是早上2点、早上6点、早上7点、早上9点，今天就已经跑了4次了。到礼拜一的晚上8点钟，就是维持不上班、不上课，然后只有必要的活动。约阿米讲，一暗一家人至少走11摆防空河，也讲以色列政府早就准备啊。伊有中东地区搁再修建，总统赖清德礼拜暗时发文讲，国安团队已经随汇报上新的状况，继续掌握当地精神发展，并且指出政府已经启动相关应变机制，确保让国民众伫当地安全。我们跟主要跟相关的一些民主友盟国家也保持高度的联系，希望能够完全掌握到国人的各种需求。根据外交部掌握，伫中东地区的咱国侨民甲民众大约3000多人，伫以色列的有262个，也有伊朗4个，即阵拢平安，也暂时无thiết立侨胞的规划。虽然目前中东地区多国空域仍关闭，但由于这一次伊朗攻击目标主要是针对当地的美军基地，非广泛攻击平民或民用设施，所以现阶段暂无撤侨规划。不过，外交部会持续密切关注区域情势变化，以滚动式检讨，并采取因应措施。外交部也呼吁民众最近暂时莫去相关的国家，并且甲以色列全境的旅游警示对感染色避免前往，调整将做红色，应该赶紧来离境。伊朗的天候也维持红色。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透早方面报道，这中部以北部分地区可能落大雨，过昼了后，这天气才会较稳定。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天气拢真烧热，高温是26至30度，低温是19度至22度，夜晚温度会搁降。拜三元宵，华南分河区搁再向东来，雨水会变多。拜五另外一阵东北季风的报道，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开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28假期最后一天，桃园机场就传出讲系统故障，包括2项下柜台报道系统甲自助报道系统、登机门的系统，拢因为连线出问题，无法度来正常运作，一直到中昼才恢复正常。28三港连假最后一天，休假加上出国人，桃园机场旅客是真多。这起所发生微微系统故障，柜台后前大家登录路，未少人拖行李咧等，敢若用换来看时间，换来等系统恢复。只能等啊，不然怎么办？他好像10几分钟前才出来说坏掉了。所以现在要等多久还不知道？不知道，要看他，你要等他系统弄好。到11点外恢复正常，桃园机场公司表示，包含2项下柜台报道系统、自动报道设备、甲登机门系统，因为连线异常无法度正常运作，紧急启动闭环机制来处理。另外，各道情报车流广播出现，各道交通量有高转至97-8万车公里，塞车重点集中伫港澳、上北基隆到北南路段，就是疏导措施以上北为主。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的西滨，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之间，有实施北路的匝道封闭。伫市区西门町共环岛节、台北停车甲潮流品牌打造每年定做，金游客翕相。暗过涂骹是淡薄糊，未少人拢准备雨伞。气象处提醒，车衫元宵节也是未来1礼拜落雨上明显的一天。预计在周二这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的现象，而且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春风绵绵，最近各地天气变化真紧，尤其初日透早早起北部以北，甲初三伫西半部雨势较大。气象处预估初五了后，水气对豆豆减少，初七有希望转做大爽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古都马拉松已经办20年啊！伫咧昨盛大来举办，今年有超过25000人来报名。也农历门圣母庙拜6冒放烟火，不过现场的交通煞是乱糟糟，有人是直接徛伫咧拜楼顶悬，叫警察赶落来。红色轿车停伫真位半花出入口，造成后壁车全部塌掉咧。台南农历门圣母庙拜6暗时放高空烟火，吸引真侪民众来看。不过，却出现部分无公德心的民众乱停车，有人将这轿车停到停车格头前，挡掉出入口；也有人将机车停到这分隔岛。
10波人伫村口内底大声喊救人，画面互翕落来。原来伊是想要去田内翕这烟火，可是无小心落落去，刚才经过边上，紧甲倒救起来。结果毋那4个位啊路段，新保庙内出现乱象，不少民众为着看烟火，徛伫牌坊顶面，互标示人员甲警察赶落来。马棒声一个单，参赛选手拢冲出来，2礼拜连假活动袂少，台南除了烟火表演，高度国际半程马拉松也伫7头早举行，吸引国内外总共有25000多人参加。我们也准备最好的台南的迎宾礼，是最棒的5星级必比登啊，米其林的这个加油补给站。我同学去年第1名来了，今年换我。规盆拢是零虾，规道拢是有名的红金米糕。有选手挡袂牢，停落来食看卖。高雄马拉松进入20周年，赛道经过孔庙、南美馆这古迹的景点，台南市府讲会继续来增进这比赛品质，互台南城做兼具历史文化底气，也个健康活力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有诈骗集团的共犯骗人20万，被警察抓到。法官判决，虽然讲这个诈骗共犯是拢无摕到钱，不过也认为讲台湾对早期犯罪拢判甲受轻啊，最后是甲加重判3年2个月。既然是骗人20万，安尼罚金就是20万。过来是联合报，最近这4年高速公路无下安全带，每一年就抓到超过10万件。这警方自前1年开始就引进 AI 自动分辨系统，严格来执法，嘛希望会当降低事故伤害。最后是中国时报，市场部动物盘市场是愈来愈大，目前全国已经有63间针对宠物咧开药局。就甲咱人去医生看共款，带狗仔甲猫仔，医生看了后，就会当摕药单去药局来领药啊。根据一管所的统计，过年期间因为走北绕头去求医的有到80308人次，其中这8成以上拢是去为着诺罗病毒，因为当病毒疫情嘛渐渐咧提悬，这嘛呼吁民众爱注意囡仔健康状况。春节过后，学生开学关注机会也增加。疾管署示警，国内走北疫情一直清悬。根据上新监测资料，春节期间走北门去诊就医达到80308人次，创下5年同期第2高。最近这1-2个月，肠胃炎是大流行啊，大多是诺罗病毒感染，大概差不多2-3成哦。对，而且感冒可能一下子是感冒，然后马上又感染到肠胃炎，尤其是过年后。第一线年底后考上感觉，尤其过年以后，每日平均门诊走北人数甲年前比起来都增加数倍。对病源诺罗病毒为主，其中佫出现 G217新型变异株，民众可能较欠免疫力。会啊，就是不同区域的人那边混来混去的话，都是会传染感冒。对。平常怎么帮他们预防？就早点睡觉，然后饮食均衡。另外，当病毒疫情2月15到2月1日，门诊诊有1856人次，虽然是伫疫情期点，不过疾管署提醒爱细致，幼婴仔甲学生仔健康，若发现有爱困意识无清楚或者无好、骹手无力、筋脉会抽这动静征兆，一定要看医生。无论是诺罗病毒或者肠病毒，这2个病毒的特色就是用酒精消毒是不大有用的，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或者用那个漂白水消毒环境。疾管署表示，青少年甲大人也可能会着同病毒，不过大部分症状较轻，可能伫无期间将病毒炸转厝内，就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一间百货公司昨一个查甫人，那就是误会讲这专柜人员甲踢笑，煞出手去共拍，嘛造成2个百货人员来受伤。系因诚信顾客遭认柜位人员嘲笑。情绪失控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迅速将双方隔离，并协助柜位人员就医检查，后将诚信顾客带反锁厘清，全案依刑法伤害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这代志发生的时，有热心的民众甲保全冲去里甲这个拍人的查甫人压伫咧涂骹，警察赶到现场，当场是甲逮捕。2个受伤的百货人员也决定要提告，专案的以伤害罪来办。再来看台中的后里马场，这马戏团来表演的时，这准备的时阵发生意外，
这外国的表演人员对4公尺悬的所在所跋来受伤，也伫咧台中港关联工业区台湾汽车玻璃公司是有一个员工跋落去污水槽内底来死亡，市府是启动劳检来调查。伫马戏团外口排队买票，台中市后里马场假日人袂少。不过，初一暂时11点左右，这15岁3年瓦多一个表演人员伫更数表演前准备工作时，无细力对4公尺悬的所在落来，造成多边大腿内边刺伤，也有多边改变骨头断去。今天早上在做这个表演前的准备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在测试是钢缆嘛，就不小心摔下来嘛。后里马场发生劳工坠落受伤。已派员实施劳检，如查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规定，将裁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台中市府讲已经派人去检查，15岁伤者有合法的工作许可，事发了后送部入丰原病院去治疗。同一天，伫台中港的关联工业区的台湾汽车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早起发生员工交接班时，一个64岁姓陈的员工。情形污水槽的加油作业了后找无人，通报消防局来抽水了，发现已经明显死亡。我们就派我们同仁着水域装备立即下去，利用那个拦式担架将他救出，移到那个污水池上面的平坦处。那因为他尸体已经僵硬，所以后续我们就交由警方跟家属处理。这个员工死亡原因也等待调查，台中市劳检处已经要求业者停工改善，后续检查若查到违反执办法，会处3万到30万块的罚款，并且看违法的情节移送司法机关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是有不少民众收到分段发票的兑奖批，点入去交出信用卡号，刷到去用头路。相关的诈骗案件，伫咧过年期间，有18人受害，损失80万。上网收 email 信箱寄一封批，署名是悠游富会员中心，讲发票得奖爱你点击核对。我觉得蛮真的，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被诈骗过，然后所以就特别小心，就想一下我平常的消费，然后就想说，可是我没有在用悠游卡，有收过，但是会看一下他的 email 的网域，所以就不会点进去。批写较正真，点检付的链接旁遐也甲财政部分段发票平台同款，按过边数字手机号码就已进行下一步，就跳到写信用卡页面。它其实也是怕你会输入错误，然后输入错误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就不想登录了。所以它事实上前面的这个假装验证的部分，让你感觉上起来像官方的这个网站。诈骗求新求变，这种钓鱼信件在过年期间，佫出现新的花招。诈骗集团罕期无放假，冒用银行名义骗民众，银行账户有无正常停入，要求点网址来验证。有18人受骗，交出信用卡号，被偷入差不多80万。前一阵子，金管会要求银行在对这个账户做的这个管控是非常的严谨哦。那当然也会造成很多民众，他可能这个账户久了没有用的话，他就会被这个银行做一个风控。诈团它就是因应这样的一个趋势跟这样的一个字眼放在这个电邮上面。以前诈骗的信件内容参简体字较被识破，即马干那信件文字较排分真假，按过检视网址是毋是官方的 GOVTW。更较直接一点用马上打电话纠正，让避免落入去陷阱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德州奥斯汀的一间酒馆，昨是发生大规模的枪案，造成3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这警方表示，当时是一个查甫人赛车一个来到酒馆头前，就提枪对店里来扫射，随去警察大肆。当美国甲伊朗当咧开战，目前专案是往恐怖主义的方向来调查。继续来看，全世界即摆局势无稳定，巴基斯坦甲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权冲突嘛是愈来愈严重。巴基斯坦讲因大死超过72个塔利班的兵仔，嘛毁掉对方的火药库甲军营。阿富汗也讲因大死对方55个人，卡达方面是按算来做中人出面来敲停火。塔利班伫暗暝时阵用火箭炮攻击巴基斯坦边界的哨站，各派地面部队向目标展开攻击。8 بجې باندې موږ عملیات شروع کړو او دا مو انتقامي برید وکړو چې د خپلو هیوادوالو انتقام او بدل واخلو
ترڅو هغه پورې به موږ جنګیږو چې په بدن کې مو یو څاڅکی وینه وي. زموږ محصلین شهیدان کړي د مکتبونو او د مدرسو او زموږ جماعتونه بمبار کړي دي。塔利班讲，这是对巴基斯坦空袭首都喀布尔所展开的报复行动。巴基斯坦对这件代志已经过空袭喀布尔来回应。2026年，这两国的关系都一直真紧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巴国境内发动攻击，引起巴国对阿富汗境内投产恐怖组织的忧虑，同时强化边境的警戒。不过2月初开始，恐怖攻击唔但无减少，更快速升温。另外，据点设伫巴国境内的塔利班势力，也就是所讲的 TTP。嘛加入攻击军警的行列，所以巴国都把箭头指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You promised with the world, your land will be not used by any terrorist force against any state. But unfortunately, आज अफगानिस्तान की रियासत पाकिस्तान के खिलाफ इस्तेमाल हो रही है。巴基斯坦在2月中一方面对阿富汗提出外交抗议，同时对阿国境内的武装分子发出最后通告，不过情况并无改善。巴基斯坦为2日开始空袭塔利班据点，塔利班是为地面发动报复的攻击，双方互相攻击。根据各方公布的资料，巴基斯坦讲，在家己境内加阿富汗，拢总拍死超过200个塔利班成员。塔利班方面是讲，真济个攻势拍死巴国军警差不多40人左右。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继续来看美国的大火野人爱普斯坦的性犯罪是牵涉到济名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含这爱普斯坦有来往，也互人怀疑。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去到国会来作证，强调伊无甲这爱普斯坦见过面，也确定伊的翁婿克林顿唔知影爱普斯坦的犯罪行为。为着调查爱普斯坦案真侪可疑的所在，而且而美国正常宽贵涉案的程度，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日来开始是分别对前总统克林顿翁仔某展开调查处证。希拉蕊伫作证的时阵表示讲，伊唔捌见过爱普斯坦，嘛唔捌坐过伊的飞行机，去过伊私人的小岛。爱普斯坦的前女朋友麦斯威尔，伊嘛只是熟悉尔尔。I never met Jeffrey Epstein. Never had any connection or communication with him. 克林顿翁仔某本地是拒绝出席，但伫国会议员威胁要启动看清国会定数了后，因才同意。过程中，阁发生意外，共和党的议员波伯特偷翕希拉蕊作证的相片，而且流出去，互一个网情传起的网络，中嘛造成作证法庭。伫希拉蕊的后壁，坐落来前总统克林顿嘛要第2次去国会来作证，不过希拉蕊已经身体因身死来消毒。The chronology of the connection that he had with Epstein ended several years before anything about Epstein's criminal activities came to light.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表示讲，敢若是克林顿伫总统的任内，爱普斯坦就捌造访白宫有17摆遮尔济。卸任了后，克林顿阁真一摆坐伊的私人飞行机罗里塔快线。伫伊成立主审委员会，克林顿全球倡议的时阵，拄好阁是爱普斯坦正接出入欧美正常命流口的时间。克林顿和爱普斯坦是做伙收水，阁做伙浸烧水池，阁有和查某囡仔做伙翕的相片嘛，变作议员问的焦点。I would just say one of the things I learned today is if you really have specific questions about 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intons and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you got to ask Bill Clinton. And that's a great point.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she said, "I don't know, you'll have to ask my husband," was more than a dozen. 不过，根据司法部解密的爱普斯坦档案，前总统克林顿看起来确实是无涉案，嘛无法度证明讲伊知影爱普斯坦的犯罪行为。另外，嘛无受害者讲伊有不当的行为，这和现任总统川普的状况真相共。只是川普的名伫司法部的解密档案内面是出现38000外摆遮尔济。26作证了后，希拉蕊指控监督委员会得舞政治表演，佮要求川普嘛必须要出面来作证。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一只挂白了国旗的游船传出讲，伫咧荷莫兹海峡的外海受到攻击，造成4个船员受伤，船顶20个船员全部脱离。希腊超过1000名的抗议者行就街头，手提麦克伊朗的布条甲票据，游行到美国甲以色列大使馆，抗议两国空袭伊朗。日本奥基纳瓦最近受家长指出讲，带囡仔去到那覇机场，撞到中国人真热情甲拍招呼，想袂到讲下一秒就要甲人的囡仔硬抱去。刚才是边仔有人看到，才叫人动落来。
继续来看台积电公布2025年的财务报告，占全年营收10%以上的客户是有2间，其中有一个客户是有到19%。这法人就推估讲，这客户应该就是回答已经正式变过苹果，嘛加做是台积电上大的客户。台积电海外扩展引起国际关注。2025年上新财报出来，合并营收3兆8090亿台票，年增31.6%，小创历史新高。过去被看作上烧钱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2025年获利161.4亿台票，开始赚钱。市场分析，美国客户就近生产需求加强。第一个，良率确实有明显的改善；第二个的话，则是产能利用率也呈现了一个满载的状况，这完全是受惠于人工智慧的关系。纵观全球客户，台积电财报显示，甲客户全年贡献金额7269.74亿，占比19%，比2024年12%大大提悬。以客户贡献金额6451.78亿，占比17%，比前一年12%落5个百分点。法人推估分别是苹果甲惠达，也就是上大客户抢起活人数。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来自于人工智慧的这样一个崛起，它的获利能力还有营收都呈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成长。辉达公布财报之后，27号台积电 ADR 的跌幅有收敛，但仍然是一个连2日走低的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环境之下，周一台股开盘开低的可能性仍然是相当的高。另外，惠达公布上新财报，市场出现利多促进对 AI 需求记录，第四期一日夜盘激烈震动，目冲到35879点新高，了出现断崖式急落，最后淡盘515点。有专家示警，大股价过线的乖离率已经超过15%。极端状况在过去30年多头行情内底，敢若看过一摆。市场关注连假了是否出现整理行情，要继续观察大趋势是否有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台版世博会 Tech World 台湾馆返来台湾，要伫咧今年家己主办的台湾灯会再度来展出。行政长邓英台嘛表示讲，这晶片就是台湾的美事，咱要用晶片，互全世界拢看到咱台湾的科技实力。真水的声光效果配合传统拍风雷的艺术，这场捌伫日本大阪世博的山海天宫正式为 Tech World 馆起鼓。行政院长邓英台亲身主持启动仪式，宣告这座代表台湾科技岛实力的展览馆正式对日本大阪世博搬到家己灯会。我们可以这么说，晶片是台湾的名片。我们用晶片向全世界介绍台湾，让全世界感受到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当中，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产业最关键的力量。今日馆内560个显示装置甲大型投影同时运作，生命馆呈现生命之树，是日本展出的2.5倍，气势升级。也那自然馆是以加大的4K 荧幕展现玉山的景致。经济部长景明钦表示，虽然这届甲展览馆搬返来家己的行动挑战是真大，不过这嘛互台湾人唔免去到海外，就会当亲身感受到展览馆的魅力。天后馆回到台湾回家了，回到嘉义了。这是大家行政院的交代，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今天踏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也做到了这一点。台湾灯会会伫3月初3到15伫家己举办 Tech World 馆，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3月15。就算锁定注文的已经全部拢满，也毋过现场也会看情形开放排队。这场由台湾带予世界的感动，即马转来到家乡，甲全台湾分享。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做警察也搁敢接酒赛车。伫咧花莲凤林分局侦查队一个30多岁姓王的侦查组，伊伫上班时间出去接酒，下班也搁赛车转厝，去弄到一台车。包括这个侦查组在内，拢总有3个人受伤，加在是无生命危险。因这个警察分局是甲这个侦查组记一台个离车调职。后边车驶真紧，汹汹落泪。将近50多岁翁某身心脑震荡，太太下手切伤，送去治疗无要紧，不过警方发现肇事人也是警察，而且就后塞车。有跟我说对不起，可是他靠近我之后，我就闻到浓烈的酒味，酒驾上路
其实我的个人觉得，根本跟谋杀是差不多的。30多岁姓王警察组入职花莲县凤林分局警察队，2月18暗时7点多才多下班转去，伫大高山调书，酒测达0点63超标，也被查出上班错过饮酒。依公共危险罪移送，行政责任部分已经将该员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地区。同一天的新北市土城有50多岁驾驶弄着病，赶紧打东啊，警方向前以加速逃走，却是弄着技术，搁自动后手受伤，酒测带验出高达1.02。没了哦，掉下来了。中华姚告诉有人对伫伊后边，伊就赛车到派出所，结果发现对车10人意外被查到酒后赛车。完全不认识，可是他是跟警方说，他以为他是我朋友这样。当下我就怀疑他是酒驾，因为他开车是 S 型的。酒后赛车有够多，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认为，当事人爱有自觉，并且监督也真重要。不过执法人员依法犯法，建议免职党罚。我们认为记大过跟降职的处分没有办法对警方有警惕的作用，应该直接予以免职，才足以遏止不孝的员警酒驾，并且也汰除素质不好的员警。照6年分析，目前市国内酒后赛车区风气乱象，到即马无解决，一家做即马无定时炸弹冲击治安。记者综合报道。刚来看，屏东县警察局伫咧228连假线3个查甫人，就伫咧警察局边仔来讲车，警察是听到声出来甲动，佮去互因拍着伤。最后这三个人是去互这警察压伫咧涂骹，当场逮捕，依法上班。监视器翕到3个查甫人摕球棒、高尔夫球杆，也有铁棍啊，行到一个修路车头前，伊伫讲玻璃。地点就伫咧屏东县警察局边中正路遮。值班的警察听到声出来看卖，也互拍。支援的警察随到围来抓人。代志发生伫2月28下晡4点左右，警方调查指出，39岁姓尹的查甫人，42岁甲38岁姓杨的兄弟啊，敢若因为债务的关系来讲车。本来警察甲3个人直接压掉咧，不过3个人情绪激动，无爱配合，被后靠上手铐给抓起来。你想干什么啦？从地方没有人反应了。经初步了解，现场3名男子疑似因债务纠纷，持球棒等物品毁损停放车辆。在警方依法带回侦办时，该3名男子情绪激动，拒不配合，严重影响现场秩序。本分局随即采取强势作为，当场将3名男子逮捕归案。警方执法过程中，有2个警察手骨受到小可刺伤，总案依照刑法伤害、毁损、妨害特殊罪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在桃园的一间游乐园内底，飞轮机模型传出讲去人破坏。园区是表示讲要修理好势，上久恐行过来几啊冬。这园方也呼吁游客唔通损害园内设备。飞轮机防游离轨道，通出铁铲，还有一只飞轮机连轮胎拢落去。位伫桃园龙潭的小金菇主题乐园，世界桃园机场动态飞轮机模型，搁去互人破坏，来加上的未少游客拢感觉真可惜。被破坏你怎么看？就很可惜啊，就是本来就好好的，而且听说它之前还可以动，对不对？没有办法好好的被展示出来，就很可惜。我觉得这样非常不适合啊，就是影响到其他游客，我们只能欣赏，不要去碰它。就大家好好爱惜公物，不要来这里玩，就好好的珍惜这些东西，不要破坏。提相机翕相园区内就摆做世界有名的微型景观模型，真受游客欢迎。1月才发生互囡仔爬上爬落的事件，即马佫发生桃园机场动态飞轮机模型，互认为大规模的破坏。要整个拆开来检查，目前看到链条有被卡死的现象。出估损失多少啊？如果链条被损坏的话，应该是100多万跑不掉。小林国强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设施损坏，而是一件需要互重视的公共议题。目前已经启动修复加检讨机制，也呼吁游园游客为后一个家庭保留完整的西亚世界。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过年过了，菊花无晓怎摆价？目前一支是落甲剩2-3块尔。要采收去卖，颠倒是了钱。中华笔头到农民规气伫咧连假开放规个花园，互民众去翕相、摕花、摕免钱。园仔内底黄的、红的、粉的非洲菊仔开甲长水，民众摕手机翕相、欣赏水花。中华笔头一大种菊仔花农场，因为年节过后的市场计小摆，采收根本袂好，规期开放互民众免费来摕花。老板真的很大方，而且不浪费，说种植了这么多的那个花草。我觉得这个很好看，就是颜色很鲜艳诶，我很喜欢这样。原本以为这种很小小朵的，没想到这么大朵，然后全部这样看起来还很漂亮。花农表示，因大部分的花拢是销去拍卖市场、花店甲中盘，但是即阵年节过后，菊仔花的需求量变少，地需花价重。市场介绍，一支菊仔花上无爱4-5块才有赚，但是目前大概剩2-3块尔。原本打算规区的花加掉，等花店开，但是感觉真无彩，决定开放互民众免费摕花，买当参观农场。因为即摆介绍2-3块，即摆阁是春天。百花召开，市场食袂落遐侪花，所以阮才会想讲开放互大家参观啊，领花翕相啊，互大家厝内有花安尼。花农指出，种花成本包括人工、肥料、甲设施的投入，即阵花卖无好价，规期开放农场甲民众分享水花，嘛是希望大家当更加了解菊仔花生产的过程，甲农民种植辛苦。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日咧婚姻是由农民引进科技设备来种植，毋若是解决卡手无够问题，嘛打造出家己品牌。另外嘛，按算讲要分享这资源，加这经验，互更较侪少年人提升在地农业的发展。用地地设解析图在飞机所种牛仔瓜，导致自动化养育系统、环境控制等设施，用全年生产稳定收入。婚姻水南乡青农黄燕芬，这几年积极推动智慧农业，佮结合行销品牌，成功打造将会互真侪超商佮餐厅。有小黄瓜，那我怎么卖？怎么样卖的比较好？怎么样去找通路？怎么去找目标客群？好，所以就开始扩规模，开始做人才培育这一块。然后最后才要切到牛番茄啊，因为需要小黄瓜的客户，他通常会需要牛番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果菜类。伊发现，若敢若种牛仔瓜发展电商模式未难度悬，后续已经佮加入柑仔蜜，佮开发佮较侪菜色水果，佮调向用温室农场做基地，打造共享资源，吸引佮较侪青农加入。那怎么样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怎么样让客户愿意跟我们买？我们提供什么样子的价值？这个是其实农友要去思考的事情。当你解决了、创造了这些价值，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你的客群自然就会建立起来。他们引导了很多返乡的青农，用相同的智慧农业的方式来耕作，扩大经营规模，以合作社的方式来行销他们的小黄瓜。这是一个农村未来最新鲜，把扩大经济规模，创造农业更大的经济效益哦。婚姻关农业处表示，智慧农业应解决农村人力长期报告问题，各用通路商需求做计划性生产行销，互农民收入增加，希望或者成功案例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广母语，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学会是办台语卖菜，希望透过趣味的活动，要互民众更加了解本土文化，传承母语。精彩题目一出来，台下的观众大家做伙激头脑来约打的。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台湾小进前用全台语举办约精彩的活动，要透过传统节日的文化风俗，互台语的学习更加趣味。我感觉就趣味的。为什么？因为咱甲就侪人竞争，然后约做题目同的题目，然后这都是无看过的题目。为着要推广母语文化，嘉义市政府甲在地教育资源合作，伫嘉义市的文才店举办约精彩的活动。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指出，家庭亲子透过活动，会当伫活动当中学习母语，和母语的学习会当传承甲保存。幼面菜就是大家趣味头尾招来庙口来遮做成熟的，若是趣味，佮有智慧，甲咱的传统文化继续的甲传承下去。嘉义市政府表示，这是全台唯一用台语来约精彩的活动，用母语做教材，毋但展现在地文化，对个人、家庭甚至是社会，拢有诚深的影响。透过日常生活趣味的题目，和元宵的活动，加添本土语文甲文化艺术。记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第4届全国竞技公开赛伫咧4月要伫咧云林高溪棋盘村来举办，即阵当地学生囡仔嘛办做棋理来对战，替比赛来斗宣传。好，红方先左，炮2平5。小学生化作真人象棋，分做红白两边阵营，隔着楚河汉界对立，听老师指令，双方依照象棋规则行，也是跳伫棋盘刷叮当，一旦互吃掉都爱离场。把那鸡鸡，哎对，吃掉嘛，好吃掉了，对，吃掉黑马。云林县高溪乡有棋盘村乡公所甲当地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全国象棋公开赛，今年进入第4届，得到政府补助甲基层高小伫地面画设棋盘，由学生化作象棋下棋，为比赛宣传，邀请全国选手同齐到棋盘村来论棋。象棋呢，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益智休闲活动。我本身是住在棋盘村，也是旗山国小毕业，所以我已经到旗山国小往下扎根，积极的推广象棋活动已经蛮多年了。觉得象棋其实它是一个益智的一个训练，哈，脑力的训练，然后也让孩子不要再看手机，也含脑的方式，所以下棋就来找棋盘嘛。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推广。师生拢真会象棋，最后这场真人象棋由红棋胜出，乡公所拍出要下棋都来找棋盘的宣传口号。全国象棋公开赛预计4月12日举行，以棋会友也带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有企业是推出自动洗身躯的机器，倒入去15分钟就会当甲你洗甲清气当当。不过一台爱卖你1200万台票。白色浴缸、乌色半透明的一床挂，床体内底有一个半倒式的椅仔。这台长度大约230公分，看起来像是加盟工厂的机器，是日本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未来人类的洗身躯机。早伫2005年台办关西世界博览会就8点出柜了。はい、閉めてください。行ってきます、未来に。はい、未来体験、いってらっしゃい。使用者倒入洗身躯机了后，头前会显示出影像，甲使用者讲准备要放水洗身躯才过程。等床体内底放水到一定程度了後，所以就開始噴有這個真油氣泡的水，開始來替人來洗身軀。体をきれいにする部分というのはこのファインバブルという、技術で、泡を使って石鹸洗剤を一切使わずに頭の先から足の先まできれいにする。入った方の背中で脈動を取ってセンシングをして自律神経の状態を判断して。这个洗身躯机使用的水温大约是38度，利用3/1000毫米甲1/1000毫米这两种无同寸小的微气泡，甲人体顶面的皮肤的油甲垃圾甲洗掉。规个过程使用者拢无需要刷叮当，也是用物件来入洗身躯。洗身躯的过程中，内底也会投影樱花也高山水这的风景，并且根据感测的人体心率，播送互使用者更加放松的音乐。洗好了后，身体也使烘干。不过，这套全自动的洗身躯机是无烧，要6000万块入票，相当大票1200多万。要买有啥物族群呢？暂时想向爱这个高级奢华品的人，也是水疗养老机构顶。那感觉收贵啊，再小可等一个专門為登記照護機構設計簡化版的洗身軀機。今介護施設というのは非常に人手不足、特にヘルパーさんの労働力の負担が大きいのが入浴介助です。2人がかりで抱きかかえて、洗うと。简化版的洗身躯机有计今年3月上市，无华丽床挂甲投影设备，只有配备椅仔浴缸，配备予使用者会使入去坐小门，有计要卖145万块入票，相当大票29万外。国视新闻，陈思彤编译。外表看起来真古锥的竹仔菇，对食物白虫害防治是真有帮助。来看澳洲的国会是探议员放假时阵放出4种的竹仔菇来对付害虫，来看因安怎运用。这个细只的菇仔食古锥，煞是掠虫的菇手。澳洲坎培拉国会大楼探议员放假，放4种的菇仔来对付害虫。They pretty much suck the insides out of it, so you'll come back and you'll see a whole lot of just white shells because they remove the insides of the aphids. 根据估算，国会大楼花园菇神有数十万只，按过一只菇仔每天就用食掉100只。They will immediately begin spreading out, hunting down aphids and breeding.
全球牛仔有6000种，其中差不多500种是原生伫澳洲。Very diverse family. The smallest of them all are probably about 0.8 millimeters long, and the biggest that we have here are probably close to 4 centimeters. And they are not all feeding on aphids. 专家指出，伫澳洲专食牛禽其实真少，干那15种，有的牛仔一个月返倒转来无破坏。The really bad ones that we have very few in Australia, you can have them on your cucumbers and zucchini leaves, and they basically shred the leaves. 所以放牛仔也是技术，爱会放对所在，互牛仔伫上好位置发挥战力。专家强调，这种用汤地头方式会减少用农药，对生态有利。这牛仔也正做守护澳洲国会绝对超过党派甲政治立场的幕后功臣。公视新闻林奇主编报。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